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吼，咱今日早起拢无受到落雨，无受到寒冷的天气的阻挡，咱会当来教会组织敬拜上帝。此时，请咱大家齐办心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的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阮伫你的殿内，少念你的慈爱。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31首，圣诗第31首。天父请咱世间正人，赏赐独生圣囝，拯救赎回，显明疼痛。天父实在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，赦我一切误会罪过。天父上帝是疼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圣诗31首。世间情浓。
使徒圣经来告诉咱的信仰。请咱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被本丢比拉多任来受苦，变是第死埋葬轮毂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，打一个专门的被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公道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谢谢。咱三角内回应上帝话，回应文第62篇，回应文62篇记载伫圣经的后边1113页，1113页。经文62篇，也就是腓立比书2章，这是咱三角内体验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实力，既然恁甲圣神有交易，既然恁向上帝慈悲怜悯，恁着有相款的心志。相款的疼心，和谐的感情，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浮盈。反正着单纯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好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以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透过咱命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正拼通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同款，用人的形体出世。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民的名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和华的名，天顶地上的一切高高拢为跪拜，一切拢归伊。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给上帝。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全能的上帝，阮知你是阮目睭看袂到的神，但是阮对生命中间所经历的事，阮确信你是世间所有的君王上伟大、上值得渴慕的。无任何保面通比上你，阮所敬畏的上帝。你捌差遣你的囝耶稣来到阮中间，伫人类的社会传播疼甲拯救的消息，也捌用诚恳贴切的话来呼召人有分伫天国的时光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请互阮成做受拯救的一份子。阮实在真福气，因为信主耶稣来领受即款的万甲平安。但是阮有时看家己比你较要紧，双手牵条世间的方面，金钱、财富、地位、权势、利益，比较会记得你的教导，甚至背叛你。主啊，求你的神来教示阮，互阮对骄傲、自保、
固执的利益中抢去，因为阮知所有世间物质甲地位，袂当救阮的灵魂，所有一切袂当帮助阮进入你的国度。只有遵照你的话去行，甲坚定的信仰，才会当互阮得救，看见永望。同时也求你赦免阮的放纵甲失出，用真理甲活命的话来放入阮的心灵，通互阮做一个你欢喜的囝儿。人免世间的上帝，阮要继续为着武汉肺炎一直出现新的病毒，危害阮的性命，并造成全球将近400外人的死伤来祈祷。因为疫情严重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，也阻碍交通运输的运作，并互阮的生活伫惊吓不安的情景中。但是，阮也要感谢你，因为安尼，互阮看见阮人类的有限，阮要暂时恳求你的拯救。伫这段期间，阮也经历着上帝你奇妙的固守，互台湾疫情受到好的控制。同时，也恳求你施阮，互制造疫苗的公司会当制造到遐的疫苗，来保护互阮的性命，互阮通早一日恢复平静安定的生活。慈悲的天父，阮肢体中间有人身体欠安，有人心神软弱，有人受到疫情影响，惊吓不安。求你照阮的需要来医治、安慰阮，补足阮的欠缺，互阮拢伫你的看顾下面，通得到帮助甲平安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今日要献的诗歌是献诗，咱新圣诗481首，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。献歌对用诗歌带人敬拜，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请咱三角来听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马可福音书10章第35节到45节。新约马可福音10章第35节到45节。咱的好合本是伫63页，中文译本是74页，台语汉语版是伫52页。
三角来看上帝话，听上帝话。这米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就近来甲伊讲：先生啊，囝啊，阮对你所求的，爱你甲阮行伊，伊就甲因讲：爱我甲恁行啥物啊？因甲伊讲：准阮伫你的营中，一个坐伫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伫你的倒边。若是耶稣甲因讲：恁所求的，恁毋知；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吗？我所受的洗，恁会受吗？因讲会。伊甲因讲：我所要啉的杯，恁要啉伊；我所受的洗，恁要受伊。总是坐我的正边、倒边，毋是我会通互人，独独为着啥物人被办的，就互伊。10个学生听信，就受气。雅各甲约翰，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恁知外邦所尊做灵本的，做主来治理因的大民管辖因。独独恁中间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要做恁的妻用；恁中间爱做头个，要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到，毋是要妻用人，是要互人妻用，过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以上信息，愿圣神甲伊所拣选的儿女同在。下面讲到，今日牧师咧甲咱讲的题目是：当荣耀的宝座来临时，咱请牧师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阮的主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头前，要来详细听你的话，恳求圣神引带，互阮的耳孔清气，听了清楚，互阮的心明白，会当真做听话去做。会惊字，互阮伫你的面头前，的确是谦卑，互阮确信你甲阮伫地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当荣耀的宝座来临的时，这段经文其实咱拢无生分，咱嘛知影，互人生气的是啥物代志。耶稣的学生雅各甲约翰，伫马可福音这个所在所记载，因对耶稣提出一个要求，爱耶稣坐伫宝座的时，会当答应因，一个坐伫正边，一个坐伫倒边。独独这件代志，伫后壁，互其他的学生听到的时，知影的时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气，表示这件代志，这个要求，这个期待，是大家拢想要爱的，想要爱的。大家拢爱的是福气，是好康的，
是家己感觉袂当失去的。总是伫遮，咱看见耶稣的回答，甲头前耶稣头一摆伫讲伊要受死的时，彼得甲伊扭去边仔，甲讲，甲骂，甲责备，讲你毋通。耶稣的回答是共款的，对人，对一般人、普通人所要求的、所看见的眼光来看这件代志，来看宝座边仔的迄个位，总是耶稣甲因教的，甲因引出来所爱看到的是无共款的，是属伫上帝的心意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是真正的意义。当荣耀的宝座来临的时，请互阮想要爱的。亲兄弟，你敢有想过，当耶稣过来的时，你想要爱啥？你有想过吗？你想要啥？当耶稣甲雅各、约翰讲，其实恁毋知影，恁想要爱的是啥物。恁毋知影恁想要爱的是啥物，恁毋知影恁所求的是啥物。亲像主日学的囡仔，伫看圣歌队伫唱歌，唱了足好的，足欢喜的。讲大汉我嘛要来唱圣歌队。亲像有个牧师的囝，看见牧师，看见伊的阿爸的生活，伊讲大汉我嘛要做牧师。亲像有个囡仔，看见妈妈伫做牧师娘，穿了水水，逐摆会去探访，转来就有物仔通摕，就讲阿伯，我嘛要做牧师娘。安尼，阿伯，我要做啥物？伫大人来听所看见的、所听到的，甲即个囡仔所讲的、所毋望的，其实是无共。亲兄弟，你敢有想过，坐伫宝座的边仔，正边、倒边，这两个位，恁敢有想要坐？那耶稣坐伫宝座来临的时，就伫这个讲台，正边、倒边，你敢有想过，你要坐伫遮？当长职坐伫遮，当牧师传道坐伫遮，讲道的人坐伫遮，你安怎看这两个位？是荣耀的，还是受到考验的？你敢有问过长职坐伫遮的时阵，因的感受是啥物？你敢有想过，要讲道的人坐伫遐，伊的心情是啥物？你敢有想过，你坐伫遐，又阁是啥物？你的心情阁是啥？坐伫遮，心情一个，我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我来听候，就是听候。坐伫圣歌队的迄个位咧，每一个礼拜爱用侪时间伫遐练，
一摆搁一摆，就是伫献诗的时阵，搁会想讲，毋知影准备了有够无。苏琴的人嘛是共款，指挥的嘛是共款，一遍搁一遍，一遍搁一遍。礼拜时，礼拜煞，礼拜进前，因的心情，亲爱兄弟，你坐伫遮，你敢有想过？敢有想过中日每一摆你准备诗会时，你读圣经，你准备祈祷，你准备要报告消息，应该用偌济时间来准备遮个？当选举选到迄时，心情是啥物？就任的时，因的心情是啥物？咱所看见的、所想到的，是恁安那？要受到上帝采用啊！迄个身份偌好咧！对打以后，教会大概开中职会、开小会，都是恁这几个人来决定教会所有的代志。教会钱要安怎用，嘛是恁会当决定的。好，教会牧师要请啥物人，敢若嘛是中职小会来决定的。咱所看见的角度，拢只有安尼。插花咧，敢有想过？大概就是学了一句两句，讲啊，插了足好诶，插了看了足水诶，就安尼吗？敢有想过因去买花诶时阵，因诶心情？伫插诶时阵，因爱用偌济时间来祈祷？若是想到即个花安怎插？是老师所教的，是有照圣经今仔日的圣经在无？敢会两个插起来，看了伫下骹看起来，无够平均方向，啊，这个花毋知影会互人嫌无？要去花店买花的时阵落雨。也是花较贵，毋知影有够会当插好无？这个心情敢有去想过？可是咱足少去想到这个后壁所付出的，咱只有坐伫遮，看到台仔顶的一切，看到迄个身份所带来的，互人懊恼。互人欣赏的迄个时，圣歌队唱歌足好的，咱就讲啊，感谢主，有圣歌队会当安尼学乐，互阮的礼拜规个搁较伫上帝阳光内面感受着。一摆搁一摆的练习，一直到主日的迄天。身躯是毋是会当健康甲来现？敢有想过因的心？当咱来到礼拜堂做礼拜时，咱的心情是啥物咧？听候，咱就有听候，刷落来就是检查。看别人做，检查以后，就讲你做了好啊，做了无好。你伫迄个位，你就应该安尼。你无做甲安尼，就是你无尽忠。咱拢计较看人的迄个位，应该爱安怎做。总是若甲即个位互你，你敢要会接？你要接无？你愿意接无？听兄弟，你敢有想过，中日也是互师的人，也是互上帝呼召的人？一摆一摆有想过，咱会无爱换别人？
是安怎一定着爱是我咧？是安怎爱是我？是安怎其他人会当安尼简简单单坐伫遐就好啊？因拢毋免惊，毋免惊我今仔日的祈祷无好，毋免惊我伫台仔顶台语讲了无够好，毋免惊我唱歌的时走音，遮个拢毋免惊。我乃袂当亲像普通人做礼拜就好啊，坐伫遐做礼拜就好，是安怎？亲兄这你敢有想过？这个就是耶稣伫甲雅各、约翰所讲的，你毋知影你所求的是啥物？咱即摆兄弟姊妹，咱拢足清楚，迄个毋是咱要求的，行到要死，上好是莫我，因为互上帝选着的，拢家艰苦，都是因为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耶稣的学生，因迄个时还阁毋知影因所求的是啥物，所以因才敢甲耶稣讲，因才会生气，去甲耶稣讨迄两个位啊。因为所看到的就是阳光，就是成功，就是顺利。当耶稣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拢总3摆甲因讲，我会受着人放散，会互啥物人拖去死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死搁活。有听敢若有听着，有听敢若明白。有听，阁其实听无。对头一遍，耶稣要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彼得甲讲毋好去，因为迄个性命是宝贵的，你着得较留你的性命，毋通做遐尼戆的代志。耶稣甲回答啥物？若是为着上帝，为着福音，失去性命，则真正是得着性命。若是为着要留性命，嘿，失去性命。咱听有听无啦？彼得只有想着讲，我互老师骂啊啦。我安尼为着伊好，结果我阁互伊骂。我为着恁遮个服侍的人会好，甲恁讲要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尼做才是对的。结果阁互恁讨厌，阁互恁。无法度甘心，只有想着安尼尔。当第2摆耶稣甲讲我会死的时，因搁伫讨论啥物人才是上大的，啥物人才是上大的。若是伫上帝国内面，啥物人是上大的？即马就是伫内面，啥物人是上大的？伫西欧教会内面，啥物人是上大的？伫相连教会，啥物人是上大的？伫长老教会内面，啥物人是上大的？是议长吗？是总干事吗？是牧师吗？是长老吗？啥物人是上大的？耶稣的学生迄当阵就是伫讨论这啦，啥物人上大？耶稣讲，去服侍迄个囡仔的，就是上大的。迄个服侍诚做啥物？照顾帮助。伫上帝国内面，会当去帮助，会当去照顾。迄个上细汉的，迄个才是上大的。你若要跟缀我，就要举起恁的十字架来跟缀。迄个上大的是做工上济的。听有吗？敢若有，阁敢若无？因为第3摆的时阵，阁伫遐讨迄2个位，是听有啊听无？
当耶稣伫讲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受苦，耶稣的学生敢若拢无听到。想到的是命爱保留了，想到的是啥物人较大，想到的是好啊无你死搁活了后，你边仔迄个阳光的位，啥物人要坐？亲爱兄弟，耶稣诚做一个老师，伊的心肝头所想到的、感受到的是啥物啊？当耶稣甲彼得讲，撒旦摕去，你所想的是体贴人的心，毋是上帝的心。所讲的是，你毋就爱听有我伫讲啥话啦。第二遍的时阵，阁是甲因讲，就是爱死啊，爱受苦啊，是一个啊。迄个是见笑记号，是恁拢认为无好的记号啊。啥物人较大？这第三遍的时阵，这个正边甲倒边，因敢有想到，若迄个位是耶稣顶是一个，迄山头三个是一个，迄两个边仔是啥物人？是有罪的人。互人判死刑的人，耶稣的学生敢真正听有耶稣所讲的，君底我爱安那君底，体贴上帝的心意爱安那体贴。耶稣甲因学生讲：恁毋知影恁所求的是啥物啦？恁敢知影？我要啉的杯，你敢啉会去？我所受的洗礼，你敢会当受？耶稣的学生认为会使啊，乃袂使。你要啉啥物杯，我嘛会当啉啊，乃袂当。你会当食的物件，我嘛会当食啊，乃袂当。受洗礼尔嘛无啥物啊。就是做一个宣告安尼尔，哪有啥？无啊。所以因甲耶稣安怎讲？你所要啉的杯，阮会当啉啊；你所受的洗，我嘛会使啊。总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杯，这个洗是啥物咧？是死，是受苦，是互人气煞。因敢有要爱这？因敢有爱这？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时，伫祈祷，伊跪着遐伫祈祷的时，伊所感受到的是，我就要去死啊！伊出来叫伊的学生斗阵祈祷，都无人要甲伊祈祷。安尼的杯，啥物人要甲伊啉？甲伊同齐祈祷，就无法度啊！佮讲你的杯我会当啉。当耶稣讲。甲上帝讲，这个杯若是会使，你就煞去，总是照你的旨意。这个顺服，就是耶稣知影伊来到这个世间，应该要做啥物代志，伊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拢总3摆。拿迄个3摆讲出来，伊逐工都所想的就是，我就要安尼做咯，我就要安尼做咯。时间就要到了，时间就要到了。伊的迄个白白的心，分分秒秒所想到的、所感受到的，就是我要来照主的旨意来行路。总是耶稣要行这条路是欢喜的吗？是快乐的吗？是条条的吗？伊的心是忧闷，做忧闷的。圣经甲咱讲，伊的祈祷，伊的肝若火共款滴落来。这个杯，雅各、约翰
敢知影咧？当因伫安尼要求的时阵，因敢知影？后壁当耶稣需要有人甲伊同齐活咧，同齐祈祷的时，因就做袂到。当耶稣互人掠去拍的时，伊就惊死，惊甲毋敢承认讲，迄个是我的老师。迄时，因敢真正就知影，阮所求的是啥物？原来迄个杯，原来迄个洗是伫公祭，都无人来爱啊，无人爱。侪人想着要做基督徒的时，定定无法度答应，因为爱受着圣经内面所讲的，这个袂当做，迄个袂当做，一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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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失去自由。我拢毋知影的时，我拢无读圣经的时，我感觉我做了足好。总是读了圣经开始。圣神就引带，互我看见我袂堪咧，互我看见我有罪，互我看见我做了无够额，互我看见我无法度。所以，我圣经毋好读伤熟，伤熟知影遐尼济无罪会互上帝骂，无读着，至少我会当甲上帝讲，我拢毋知。教会要选长职的时阵，就袂去，是安那？上好毋好选着我。法规有讲，无伫遐袂当互人选。啊，好甲在，我已经70岁啊，免选着我。即摆开始拢互少年人去做啊。是安怎袂咧？既然一方面讲，迄个位是遐尼荣光、遐尼荣耀，互上帝用，迄是偌尔啊有福气的代志，是安怎你袂咧？咱甲上帝所讨的，拢是讨我想要爱的。总是我毋是真正知影我爱的是啥物啦。当用啥物来群底主？咱讲明白我的身份，明白主的行为，主耶稣的身份，清清楚楚内底，专心一致内底，想尽办法内底，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要对到底。亲像盐安尼内底，互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，拢会当得到乌鲁安尼内底的时，咱就丢除啊。上好是耶稣就有乌鲁我，上好我是上特别的迄个，上好我做了比别人搁较好。当耶稣伫讲真正上大的迄个接待囡仔，就是接待耶稣。接待耶稣就是亲像接待上帝。迄个亲像伫百货公司、百货公司内面，你讲迄个 VIP。来时阵，拢会当特别伫 VIP 的时间，会当食着 VIP 的最好食的点心，规间包落来，迄个时阵就是迄个 VIP 会当伫遐。每一个人拢想要亲像 VIP， 总是耶稣讲，毋是亲像 VIP 安尼，是上大的。是迄个服侍 VIP 迄个，
请兄弟，咱的要服侍 VIP 是啥物人？上好是服侍上帝。总是耶稣讲，你服侍、照顾、帮赞上细汉的囡仔，迄个就是你服侍 VIP。是安怎服侍上帝是好的？因为得到上帝赏赐，得到上帝遐的学路，会得到永远活。总是当顶礼拜你问的时阵，我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？甲你讲啊，你阁无爱做啊？悠悠悠悠离开出去啊，无阁转来，因为我爱的是爱钱啊。本来我是想要永远活，结果我即摆发现我无法度，钱甲永远活两个，我选择较侪钱。来到教会，咱毋望上帝赏赐互咱有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工课，会当一直升到主管，趁介侪钱，买着大间的厝，买好的车，穿好的衫。结果来到教会，牧师讲，上帝甲咱交代，遮的你爱去照顾迄个无的。上帝互你趁遐侪钱，你甘要摕出来照顾迄个无的？照顾迄上帝无互伊的，你敢爱？一摆搁一摆听到安尼的交代的时阵，想讲，我也是死进前再来信耶稣好啊！安尼头前应该爱做的拢毋免做，到后壁我讲我要信耶稣啊，犹原搁会当得救，安尼偌好咧！耶稣讲，我的正面，我的倒面，毋是我会当互恁的。我要恁的杯，我要受的苦，我要行的路，恁认为恁会使吗？好，恁拢爱安尼做。总是我要互你知影，这条路就是爱行这条路，嘛爱上帝允准，嘛爱上帝所予伊的特权。你所要爱的迄个特权，是上帝所交托的，上帝所相信的，上帝看你会使安尼做，才交代互你的。你拢爱安尼做，亲像耶稣互上帝交代爱来死，为着正人来死，承担正人的罪，互人出卖亲近的人。互人陷害，遐会应该爱甲伊徛斗阵的。上帝爱耶稣甲遮个拢总承担落来，就你，我的囝，我所欢喜的囝会当做这件代志，会当互救赎来领教。这个是特权，荣耀的宝座来的是坐伫顶面的，是爱做到安尼，只有耶稣基督会使。所以要做正边，要做坐伫倒边，也是坐伫正边。同款爱行安尼的路，到后壁才会当坐伫遐。总是啥物人呢？只有上帝陪伴的人，上帝讲的人。因为迄个位是上帝所选的，是上帝所讲的，上帝权柄。有一部电影，一出电影讲，皇帝的囝，甲遐个神同齐，伫遐想讲要安怎会当甲即个皇帝安怎推翻，家己要做皇帝。总是到后壁，即个皇帝因为知影遮个代志，反倒转来甲遮个拢掠起来。
有一句话是迄出电影很经典的话：君不给，臣不能抢。君不给，臣不能抢。迄个最王的位，当咱亲像雅各、约翰来到耶稣面头前，讲我要坐迄个位的时，我要去抢迄个位的时，其实敢抢会着？耶稣讲，毋是上帝所交代的，就是我嘛无法度互你啦。就是我是上帝的囝，我都无这个权会当互你。恁即摆是伫抢啥咧？抢无啦。就是我耶稣，上帝的囝，我着爱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内面。何况是你？讲较简单，莫戆啊！你敢真正坐会牢，坐会知？所以咱即马拢介巧，定定伫教会内面的服侍，即份上好拢莫互我。咱袂亲像咱的嘴所讲的，迄个位是好的，是有福气的，上帝特别选调你的。咱家己啥物边啊？才鼓励别人讲，互你，因为上帝就是要用你。上帝互你遐尼侪赏赐，就是要用你，就是你啦。啊，你搁讲一句，你看上帝都无选我咧。其实心肝头安怎想，福甲在毋是我，我无法度用遐个侪时间，我无法度做了遐尼好。伫迄个位互人讲介侪话，讲介侪话，讲介侪话。咱毋知影咱所求的是啥物，咱毋知影咱所放杀的是啥物。当荣耀的宝座来的时，当上帝、耶稣基督四个活来到咱的中间的时，咱敢知影？敢有看见？敢有检查到家己顺服啊未？顺服啊未？礼拜日来做礼拜，足侪理由袂当来。咱着知影爱教囡仔，你去上课、去学校，不管落雨天、出日头，迄个就是你做学生的本分，你就是要去上学，你才可以得到很多。那毋过咱要来做礼拜，要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毋是安尼来看，咱嘛无法度安尼来面对上帝讲，我真正有尽着，正做你的囝儿的本分，无正做你的百姓的本分。读经祈祷，就爱看到人已经整理好的，一篇搁一篇，无法度家己读，无尽心尽力家己读，无等到人准备好的，家己就袂晓。人准备好的，就讲这个准备到无够额。你家己读搁袂读，搁讲人准备到无够额，结果子。咱定定毋知影咱所求的是啥物，这是耶稣所讲的。你就是你知影你爱啥，其实你毋知。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拢毋知影啦。所以耶稣才会讲啊，伫人是无法度的，总是爱我达上帝的心、上帝的旨意就会使。伫人靠家己是无法度得到救。
总是你爱去亲近，爱去敲吹，伫搭敲吹，伫搭亲近，伫上帝的话，伫基督。当咱伫骂咱的厝边隔壁，伫骂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咱敢有伫上帝面头前来反悔？是安怎？我看伊安怎看拢无顺眼。咱所想到的，就是伊做了无好，无想到是安怎我看伊无顺眼。咱无先问上帝，是毋是我看了毋对？咱敢有完全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咧？咱读到的圣经，拢先摕来检查别人有做到无？敢有检查着家己咧？圣经是摕来检查家己的啦，毋是摕来检查别人的。每一个人照家己的行为，照家己所讲的话，伫上帝面头前负责任。咱爱做的是这个。咱就会晓讲，要刮别人胡子之前，自己胡子要刮干净。这种普通的话，大家拢知影，拢会晓。总是诚做上帝囝儿、上帝的百姓，诚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，咱敢有做到安尼？咱敢有亲像耶稣的模范，照咧行，照咧地，谦卑顺服，受苦，甘愿互人出卖，互上帝来伸冤。咱敢有法度做到安尼？咱即马袂计较啥物人较大，咱即马拢会计较啥物人做较济，啥物人无做。所以彼得毋是安尼问耶稣吗？你讲我以后会安尼做，会拄着安尼的代志，啊，迄个咧，耶稣安怎甲讲？若是我爱伊活到我阁来，甲你有啥物伫地？这个圣经在甲咱讲，咱爱所想的、所看到的是我伫上帝面头前，我所领受的，我是毋是有照咧做？我是毋是做较好？毋是去看别人，嘛毋是去问。伫荣耀的宝座内面的时，上帝互咱看见，啥物是咱所爱的，啥物是咱无明白的，啥物才是咱应该爱要求的，啥物是上帝的旨意。这个宝座是当时的临到咧，耶稣过来的时吗？亲爱兄姐，是伫你读圣经的时，是伫你祈祷的时，是伫你来到圣殿，伫上帝面头前的时，上帝敢无坐伫宝座顶面吗？是咱讲上帝，我迎接你来我的心肝头内面，正做我的王的迄个时，我敢有定定面对坐伫我内面迄个宝座的主？我敢有？这个是伫这礼拜，上帝透过耶稣要受死进前，甲伊的学生的对话，所要提醒咱的代志。迄个代志毋是迄个事发生了后，就甲咱无关系啊！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是伫上帝面头前来面对这件代志，来甲主对话。艰苦的路爱行，受苦的路爱行，总是有得到呵乐无？迄是上帝的陪伴。请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
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想要亲像耶稣共款，遐尼谦卑，遐尼顺服，总是阮定定无法度做到。总是阮，就是阮已经做了有够额，总是阮无法度真正看见家己伫啥物位。恳求圣神深深帮赞，互阮彼此来鼓励，彼此来相听，彼此伫你的面头前来求讨。受苦的路，阮行了足辛苦，总是想使阮到额的溃烂，亲像耶稣共款，额十字架死。毋是因为阮欢喜甘愿要安尼做，是因为这是你的旨意，是因为阮要活达你的心意，因为你是阮的阿爸。搁一摆，伫你的面头前，安尼来看，家己是你的囝儿的身份，是你的百姓的身份，是别人眼中教会内面伫出入迄个身份，是别人所知影基督徒迄个身份。阮安尼伫你的面头前来祈祷，求你怜悯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，甲咱相勉励。即时，咱三角来吟诗应答上帝话，圣诗第138首，圣诗第138首。耶稣原本是上帝，临到凡间来救世，扶育圣徒历代祖，拢是望要救主。圣诗138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缔结执事甲济南执事来出现。
下面报告，请咱大家展开收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咱10月17日第254次的总结会有即个议决吼。第一小项10月初7日，11月初7日吼，总结要整理超过7年的账册凭证吼，甲即个旧的相片啊、历史，咱教会历史的档案吼，嘛无一定爱总结啦，咱若有兴趣的吼，嘛拢会使来参加吼。第二小项，咱11月21日感恩节的礼拜，要采用见证礼拜方式进行。第三小项，11月27日喜乐团契要来布置咱迎接圣诞节的会场。第四小项，12月19日圣诞赞美礼拜，因为咱即个圣诞节是拄啊好快乐，咱要进行做圣诞礼拜。第五项，12月25是圣诞节彼暗，是迄样快乐。圣诞的爱宴，咱要举办一好一菜，爱宴了后要进行教会历史的即个影片的分享回顾吼，并邀请兄弟来参与，甲家庭献诗等的活动。第二，教会咱每年拢会有定即个月历吼，今年定的即摆已经到位啊，伫咱后壁，咱家己内底愿主祝福2022年阖家平安，诸恩满满。第三，咱全国的疫情境界已经有扩大解封范围吼，室内会使无限人数，甲没法做的聚会。但是咱请咱兄弟依然共同来遵守防疫安全的相关的规则吼，彼此守护保护家己，保护别人吼。第四，拜五查经祈祷会，咱目前已经大家到进度是后一礼拜要开始查考经验吼，就详细分享甲祈祷，请兄弟到阵来建造生命，欢迎邀请需要祈祷的朋友一起来参加。咱来看咱即个聚会活动吼，咱主日礼拜是每个礼拜日的上午10点，咱圣歌队练成一个主日的早起8点45开始吼，一直到9点45。咱姊妹查经分享是拜四上午10点，咱目前咧查经的进度是已经是路加福音第一章。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吼，咱要为今年开始吼。咱基督团契是无定期来聚会。咱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方面的统计，咱家己来看。若有毋对的来往我也是小妹即事来评定吼。咱圣港事奉吼，即礼拜插会是小妹节，庆祝是议员节吼。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，诗会是认真即事，诗琴是建文老师，领唱是李信兄。咱书献是吉南即事甲千妹即事吼，交代是谢同学甲伊来兄，插花是江老师，庆寿是谢宝姐，咱目前的爱餐是蒋贤。咱教界消息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有想要参加的，家己会当咱来前往参加吼。
咱来即摆来看咱今日的金句，本周的金句吼。我先复习，了后咱大家再用华语、台语来读两遍，读完再用华语来读一遍。基督伫伊点肉体日，用出力后叫，搁流目屎，献祈祷，恳求，互迄个会救伊出死的，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。虽然做囝也对所这个苦难来学顺服。基督来书5章70到80，请咱大家开声来读。基督伫伊点肉体日，用出来后着，搁流目屎，献祈祷，恳求，互迄个会救伊出死的，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。虽然做囝也对所受这苦难来学顺服。你来书5章70到80。基督伫伊点肉体日，用出来后叫，搁流目屎，献祈祷，恳求，互迄个会救伊出死的，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。虽然做囝也对所受这苦难来学顺服。你来书5章70到80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书5章7到8节。即是请咱共款坐咧原位，大家用双手来互相请安。下面咱工作的时间，请牧师来互咱带导。咱今仔看卖啊，咱边仔的人是毋是本来爱望会当看到伊的无来的？今日咱的公道会当认真为着因来祈祷，因为这确实有拄着无法度来的代志，吼。所以，不管是注疫苗无爽快，还是困了无好无爽快，还是安那，总是一定是有原因，为着因所受的苦来祈祷。最近有足侪退休牧师，互上帝调去，嘛为着因的家庭来安慰。小安兄今日无来，嘛是因为伊的阿姑对上帝遐调去啊，所以伊去参加个别礼拜。吼，咱嘛为着这几日咱所听到的，受着艰苦灾难的家庭，失去性命的遐个亲人，咱拢无熟悉的人，总是咱嘛用因的艰苦，诚做咱的艰苦，来为着因来祈祷。上重要的是，咱为着咱所要传福音的对象，嘛为着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勇气、有气力，会当引带因来入教会，来到上帝面头前。咱同齐来祈祷。
主，阮为着侪受苦的人来祈祷，阮也为着阮家己的软弱来求讨，恳求你怜悯，恳求你的恩典，恳求你照你的应允无弃绝阮，互阮会当徛伫你的面头前，伫即个世间常常诚做芳芳的罪，互你来欢喜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感谢你听阮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时请大家来念圣诗第396首，圣诗第396首。当要散会求主祝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欢喜做主，跟做主脚步，做主脚步，做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圣诗396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愿天父上帝的旨意，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伫保惠师的见证内面，互恁大有快乐，满足上帝的心，得到天顶的福乐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闭会。